同款嘛是安全问题，苗栗东路第13线路段发生火烧车的意外，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，赶来到现场拍火，找无驶车的人到底伫倒位。落尾检查一个吊车集的资料，知影讲车主是住伫咧通宵。伊讲伊毋知影是安怎车会互人偷驶去，嘛毋知影到底是安怎车会无张无弛倒起来。 东路乡德兴村第13线边啊，火烧车的现场，火车已经规个烧起来，火足灭。消防队员赶到位，就随油水线拍火，无到10分钟，火就拍花。不过车内拢无人，路边嘛找无驾驶也是身体。3台车辆前往救援。那抵达现场时，车辆已经全面燃烧。 落尾消防队员伫附近四界找，确认无人伤亡。警方嘛透过车籍资料联络到姓黄的车主，这个时阵伊才发觉到伊的车防卫通宵驶到东路，佮烧甲变作歹铁啊！我们部署2条水线，将车辆及火势给熄灭。 姓黄的车主甲警方讲，本来火车停伫因家门口，甲火烧车的地点差10外公里远。火车是安怎会烧起来？佮有是毋是防偷砍去？警方拢爱佮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